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虽然撤回这个逃犯条例，不过香港示威者有完不完，其他诉求无达成哦。这个其实事件安尼看落来，一国两制真正是拢是个大失败。过去咧，和中国用非法经营册店的名义，防失踪、防逮捕。这个铜锣湾册店店长林明基，北京政府甲伊关押8个月了后。感觉逃犯条例，这个伊随时会放送中哦，赶紧来到台湾。如今呢，这个北京政府这个严重丁来到台湾了后，搁要伫这个西门町重开铜锣湾册店，透过线顶这个募资280万，无到1天就来完成，目前金额来到400多万。今日咱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咱邀请到4位来宾哦，第一位真正就是咱邀请到这个当事人哦，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店长林明基，香港铜锣湾。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民。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虽然撤回这个逃犯条例，不过香港示威者有完不完，其他诉求无达成哦。这个其实事件安尼看落来，一国两制真正是拢是个大失败。过去咧，和中国用非法经营册店的名义，防失踪、防逮捕。这个铜锣湾册店店长林明基，北京政府甲伊关押8个月了后。感觉逃犯条例，这个伊随时会放送中哦，赶紧来到台湾。如今呢，这个北京政府这个严重丁来到台湾了后，搁要伫这个西门町重开铜锣湾册店，透过线顶这个募资280万，无到1天就来完成，目前金额来到400多万。今日咱台湾新眼界，台湾大代志，要带大家做回来对话。这部电影咱邀请到4位来宾哦，第一位真正就是咱邀请到这个当事人哦，香港铜锣湾册店的店长林明基，香港铜锣湾店长林荣基。你好，各位朋友好。第二位咱邀请到这个募资平台 Flying V 这个执行长郑光庭。大家好。第三位咱要邀请到台湾乱手卡这个册店的这个总监督赵祖玲。各位朋友大家好。第四，咱们邀请到政治大学法律系教授林家豪。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啊，因为咱今日节目非常这个无共款，真正邀请到这个当事人来到咱现场。我现主持先用华语啦吼，来跟咱的林大哥来做一下沟通的吼。我们先请教林大哥了哈。这一次线上募资280万，很快的就达标了。那目前金额大概是400多万了，430万以上。你怎么看这个台湾人在这一块哈对？您的期待？当然是很感谢台湾的朋友，还有香港的，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些冒粉，有点意外啦，因为没有一天的话，那个我们的要求啊，希望最低的都应该很快就过去。当然过去以后，其实我们也希望可以更多一点，因为我们未来可能是会做一些，比方我们是规划一个地方是不是太大的一个书店，那资金够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搞大一点。另外可能是有多一点的钱，我们可以请一些海外的一些专家，一些研究的，对台湾这一块的。中国大陆的，还有香港这一块，他们之间那个互动的关系是怎么样？比方中国大陆可能未来的发展，因为台湾这一块很明显啊，受中国大陆的影响，所以我们希望是有这方面的探讨，让更多台湾的朋友了解一下。好，台湾这个朋友了解到这个铜锣湾册店这个小块这个历史啦吼，过去这个铜锣湾吼，就是专门出这个禁册为主啦吼。啊，其实咧，这个林明基先生较早有讲过，这个册店会当做一个思想
交流这个所在，或者这个作家也好，还是有这个创新者也好，还是异议人士也好，会当直接出版，会当伫这个册吼，有这个政治啊、经济啊等等的这个各种背景的册，拢会使放伫内底。上重要就是这个交流。咱来看讲，这个 Flying V 哦，伫短短时间安怎做到这个目珠哦，会当做这个一天内底哦，到280万安尼达标，啊，还有400多万哦，现主是这个金额是遐尔悬。咱来看讲，因安怎做的，咱做回来看咧。书店大概是20几年吧。中国共产党啊，要通过管制的手段才有进出这个概念。到后来就是发生那个书店事件啊，书店里面5个人给带走。其实跟我个人来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历。香港最近发生很多事情，跟台湾一样，都是一个中国所谓的很强大的一个专制的一个政府。中国大陆那个传统文化本身就没有人情的概念，所以矛盾在这里。通过书本里面，我会更多了解到底这个文化跟这个专制的政权有什么关系，打开我们看问题一个角度。这个变成是我要重开书店这个理念，不单单是做一个买卖，允许有不同的一个思想，可能请一些教授啊、研究专家，有空间做一个交流，了解中国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才明白可以怎么去面对它。我们要挺起香港人呢個鼻梁。我係林榮基，係希望大家一齊合作將銅鑼灣書店喺台灣重建起來。真正是为自由的灵魂展开这个铜锣湾的这个册店。咱先来了解一下，这个过去这个背景是啥物？伫2015年，咱有做一下整理啦吼。咱来看一下这个图表。2015年10月至12月哦，这个册店这个股东，这个吕波、桂明海甲店长林明基，就是咱现主席，咱的这个主人翁哦，伫咱头前者，还有这个业务哈吼，做伙经营者吕波哦，伫10月甲12月，伫咧中国、伫咧泰国、伫香港，拢互掠起来。伫2016年伫2月28号时阵，林森吼甲这个吕波、张志平就受访，因承认着非法经营着这个册店，互被承认啦吼。3月时阵，这3个人都要登去到香港吼，要求撤销这个失踪案，拒绝香港政府协助甲这个透露这个详情。6月14号的时阵，林荣基就登来到香港，向警方来销案哦。16号的时阵就开这个记者会，这个实实在在哦。大家讲到伫中国互关押这个细节，伫今年4月25，伊当阵就是这个倒翻条例要开始要修法啦。林明基咧，伊就烦恼就讲，一旦这个倒翻条例若是落实，会互引导到中国各一界来受审哦。所以伊来到台湾要定居伫咱台湾哦。不过现主席拄到就是这个签证这个问题，咱先请教一下，回顾一下。就是在2015年到现在了哈，其实这一段期间，你也在这个承受了心理相当的大的这个压力，然后来到台湾。台湾目前的签证是怎么样子？签证到，因为它签证只可以延期2次嘛。我最后是到10月25号。是。然后我们是打算是，德国有朋友邀请我过去有个书展。所以那个时间我就是去德国1个礼拜，然后从柏林回来台湾，看看那个签证是不是怎么处理。现在还等那些朋友帮我去了解。是啦，这林先伊讲就是讲哦，伊现主是这个签证伫10月25号就会到期。迄当阵呢，就是有朋友帮伊安排到这个德国这个Frankfurt 法兰克福去参加一个这个册展啦吼。转来时阵这个签证，搁看安怎会使搁斗3工。咱搁继续来请教，就是这回伫咧木珠平台起了真大的这个部分啦吼。咱头先嘛看到这个 slogan 吼，这是为自由的灵魂展开咱的铜锣湾的这个册店，这是一个真重的这个精神。这个头前这个准备工作，咱就请这个执行长来甲咱介绍这个。
林老板的事情，还有这个我们再来的发展，在这几年，从2016年、2015年、2016年，我们就大家都会关注。那到今年4月的时候，我们得知林老板来台湾，那我们就主动想要联系，说主要也只是想要了解我们怎么帮忙，要了解安怎去不要了解，不要那打仗透过我们的提案者控制的李慧仁导演，介绍之下，我们在5月底的时候第一次碰面。那这几个月来，当然是从先了解，到我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如何去做到这件事。那当然以我们自己在做平台来讲，一直以来这7年来，本来就是希望结合那个民间的力量去成就一件事。那当然这更不例外，尤其在现在这个书店。它不只是香港的事情，它不只是台湾的事情，那它甚至也不只是一间书店而已，它象征意义极大，它应该是一个开始。所以从这当中这几个月来，我们首要是要先想办法诚实的表达林老板想要说的话，所以我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如何让这件事达成。所以从前面就从文案的规划、slogan 的想法，到影片如何拍摄，到那我们刚刚那个影片是我们一个伙伴，那个徐志凯先生拍的。那到回馈品的设计也是请我们设计的朋友设计，到未来寄送啊等等，或者是到开书店所有的过程中，其实只要林老板有需要，我们都很愿意帮忙。对。所以咱继续来看讲哦，其实这个伫 Flying V 这个平台头顶啦吼，林先有一个公开批吼，要给大家，咱现主持的请伊来念给大家听。我们先请李大哥帮我们念一下，你在这个 Flying V 上面有几段字哦，让人家看了非常的有感触哦，就是谈到啦，香港跟台湾其实就是唇齿相依的这个关系啦吼，那个香港的民主破碎了，台湾也是站在同一阵线。挺这个香港的。香港嘅民主自由已經破碎。我唔係第一個受迫害嘅香港人，亦都唔會係最後一個。喺銅鑼灣書店事件之後，我可以選擇飄飄蕩蕩過餘生，但我仍然想將書店重開。只有讀書。能夠讀懂點解會發生呢啲事。香港的民主自由已經破碎，我不是第一個受逼迫的香港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在銅鑼灣書店事件以後，我可以選擇飄飄蕩蕩的度過餘生，但是我還是想把書店重建起來。只有讀書，才能讀懂為什麼會發生這個事情。但作為公共場所，一個正常社會，人人都能從圖書館或者係書店，通過閱讀得到佢想要嘅學問。假使經營者愛閱讀，咁就更好。咁樣書店就唔係作為一個買賣嘅地方。而係作家、經營者同讀者交流思想嘅平台。我期望開嘅書店就係呢一種。但作為公共場所，一個正常的社會，人人都能從圖書館而是書店通過讀書得到他想要的學問。假使經營者喜歡讀書，那就更好。那麼書店將不再是一個買賣的地方，而是作家、經營者與讀者思想交流的一個平台。我期望的就是這種書店。咱聽到這個林先啦吼，伊講到香港的這個民主自由
已经是破碎去啊。伊毋是头一个这个受迫害这个香港人嘛，毋是上尾一个。啊，伫这个事件了后，伊本地会当选择安尼飘飘荡荡，就度过伊的这个后半生。但是伊永远想要甲这个册店会当来重开，因为敢若读册啦吼，会当读知影会有啥物代志会发生。香港的民主自由，现在看起来这个反送中到现在3个月了。你当初也是因为这个逃犯条例修法，选择来到台湾，当时是一个害怕吗？有点担心呢。比方当时其实我担心是香港政府是不让我过来台湾。因为最近大概是1个礼拜前已经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主张香港独立的一个年轻人叫陈浩天。他大概是上个礼拜要离开香港的时候，过来台湾这一块有一个座谈，是，那香港政府就不愿意让他离开香港，把他卡住，在飞机场。那个解释是怎么样？就是说他以前参加过一个非法的集会，然后把他铐牢起来，现在。给他一个检控，一个罪名。那其实这个没有道理啊，因为你当时认为他违法的话，你当天就要把他检控啊，你不能等他离开香港的时候就把他铐牢起来，不让他离开香港。你看，这个事情可以发生在他身上，有没有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变成是香港其实是一个不安全的地方，每一个香港人。可能已经没有一个是人身的自由，这个很清楚。所以其实我当时已经有点担心。过来的时候，有一点很可笑的，大概是90年代我常常过来台湾的了，因为我们是想把一些台湾的书，运过去香港做一个书本，一个是也可以做一个买卖吧。有一次我到了台湾很久，大概2个礼拜。我从来没有离开香港2个礼拜那么久，所以那一次回去香港的时候，因为当时飞机场在那个九龙城嘛，飞得很低，就看见九龙城一些住宅，我们会很高兴，终于回来香港。那个印象到现在很清楚的。但是这一次4月25号离开香港的时候，我反而是会担心留在香港，不让出来。飞机到了那个桃园机场，我的感觉还比回去香港更高兴。那个很糟糕啊，感觉台湾是家了。对呀，那没办法，因为完全会变得太厉害了，也是一个无奈哦。当然是啦，因为每一个人都不想离开你生长的地方、生活的地方。那个我们也发现，共产党把香港变化得太厉害了。到我们香港的很多人都很难生活下去的。这是我对整个事情啊，我从香港要担心离不开，到我到飞机场的时候很开心，一个变化是很明显。所以这个林先啊，又提供到较早过去哦，90年代来到台湾，等于到香港，看到这个高粱城，伊是欢喜的这个心态。但是咧，自4月25号，伊来到台湾，颠倒看到这个台湾，感觉较有这个厝的感觉，是一种无奈啦。咱继续来看，这个公开信内底有讲到，这个做到一个公共场所啦吼，一个正常的这个社会，若是讲这个册店。应该就是要做到这个思想交流这个平台。咱继续来请教这个阮树卡这个总监督啦吼，这个赵小姐啦吼，咱会当看到这个林先，伊这个心愿啦吼，就是要互这个册店展开。对着你同款嘛是经营着册店，其实就是嘛爱互这个册店，互做一个思想这个平台吧。是，无毋对。头拄啊，林先讲的这句话，我感觉真有感想吼。伊讲书店毋是买卖的所在，是作家、经营者、甲读者交流思想的平台。
其实阮开书店的想法吼，大部分呢开独立书店的人其实拢真辛苦，但是阮也是有任何一点的想法，想讲希望趁寡钱，互即个书店通继续落。主要目的拢毋是要趁钱，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即间书店会当继续存在。啊，开书店互伊存在的目的，其实就是阮希望透过书店的存在，甲阮的选书，独立书店甲一般的连锁的书店无共，就是咱有书店的经营者咧选书，透过咱选书，咱的存在，不断的来甲即个社会传递咱相信的理念，咱相信的价值，这是咱一间书店存在的最大的希望。所以我非常会当体会林老板讲的这句话，嘿，阮非常会当体会。真正有影啦。其实哦，咱讲到这个会当伫这个东路湾册店吼，有法度要搁伫这个西门町搁法度开店，进前这个工课木珠这个金额已经有够啊，但是尾啊，遮可能搁有一寡细节的物件爱去甲突破啦吼。其实咱咧讲香港啦，民众要安怎争取这个民主的这个普选成功率增加，这个嘛是这个林胜讲过吼。不过因也是抱着这个悲观的这个想法咯。啊，香港的抗议对着中国内部有啥物影响？咱先做回来看一下。含家己土山纪念馆的馆长林瑞霞讨论香港反送中运动等等的议题。前香港东路湾书店的店长林英基分享家己的看法。林英基因为烦恼互中国迫害，前几天来台湾找互东路湾书店合外的机会，对香港政府正式撤回逃犯条例案。香港民众有愿继续抗争，争取普选。林英基就讲成功率无悬。香港人要争取那个普选，愿意票，成功的机会很小，因为我们其实是只可以和平的示威游行，找一些比方希望西方的世界还有台湾这一块，声援我们就可以做这个行为。林英基初五透过募资平台要募280万开店，得到热烈的回响。到尾暗暝时阵，就已经募到超过280万。伊认为，虽然即马全球的越土人口下降，搁再加上网络的冲击，实体册店经营困难。不过未来册店除了提供思想方面的册之外，卖用举行座谈等方式，提供对集权制度等议题的谈论空间。搞一个平台请一些专家的一些教授等等过来做一个座谈那个平台，市场啦，还有一些书本里面推荐的一个3方面的对一些问题一个探讨。除非是说全部的时间都是用他自己 cover， 但最主要是他的到底卖的东西是哪些东西。有当然是这一定会有一些是连续的捧场嘛，或者但是捧场这毕竟是都短暂的嘛，但是他还是要面对长期经营的一些开销，这就是现在没看到他的东西到底是哪些东西，不合乎台湾的口味。林英基初步计划伫西门町开册店，希望明年中正式开幕。嘛强调，虽然对香港民众争取普选成功的可能性感觉悲观，不过伊相信香港的抗议一定会对中国内部产生一定的影响。记者综合报道。为自由的灵魂哦，展开这间册店，咱来看讲现主是上新的这个募资的这个金额，咱头拄嘛有讲过啦吼，无到20点钟到280万啦吼，现主是差不多咱录影的时间哦，3点进前4点的时阵哦，已经有434万这个306块吼，这个金额来讲，咱先搁请教这个发言为这个执行长啦吼，安尼金额有紧啊无紧？当然紧啊。因为这毋是讲。咱特别准备啊偌好啊，那当然咱是准备足久。是，但是这是一个社会力量的共识啦吼。嘛是一个积很久啦。那积很久。累积真久的。那所以共款这咱也是一个质量，未来交流平台。但是咱无法度伫台湾，会当互伊实现。其实这是大家会惊嘛，大家讲。嘛上奇怪，现在一间册店伫台湾袂当开嘛，所以这是一个我感觉这莫讲紧啊，无紧，当然紧，但是这是一个累积啦，能量的累积。嘛是有一个特殊性啦吼。当然。对于这林胜这特殊性，甲咱透破的。不
不只是一些经历铜锣湾书店的象征意义。另外，在台湾尤其，即摆香港的代志，唔是干那香港，唔是干那台湾。是。全世界真几档，你会当看到这个保守的势力在抬头。台湾也是一直面对这个威胁。是。所以这个象征意义，其实伊代表的是一个自由的价值。咱若是知影的拢是讲，咱即摆是，你若讲像我30几岁，从细汉就算自由嘛。算自由，但是这是足侪成败争取来的。但是咱得正视讲这个自由的脆弱性。它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一夕之间就不见。我们就有例子了。是。所以，维持自由，迄嘛是得爱去争取，要去 fight。是。维持着这个自由啦，维持，敢若维持，不是搁继续进步，敢若维持，这是需要大家来做伙拍拼。维持自由啦。刚才这个发言人的执行长有提到，但是在过去啊，我们看到香港政府或北京政府对你的各种限制，言论自由的限制、出版自由的限制、你的人身自由的限制，现在想起来还会很恐怖吗？那个当然是的，因为我们出生的话，怎么说都好，我们是给英国人管制嘛。它本身就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所以它管制的方式都是用一个普世的价值，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自由，对吗？所以我们是没有一个投票权，但是他派过来的港督本身就是有一个自由的一个代表选出来的嘛，通过一个政党派一个港督过来。其实香港人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也希望台湾人会比较了解。因为你发现我们是150年前给英国人管制，你想一想，当时那个香港是一个小渔村，一个是农间的小农的一个经济基础的，它从那个农业发展成一个商业的一个城市，所以。商业的城市有个很重要的，你要发展起来，它有一个合约的概念，要很尊重的，所以我们是从这个开始，香港人给英国管制，给我们一个教育，就是很重视一个法律的观念，所以我们有一个民间的法律的看法，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后来也发现。由于我们本身长期是没有一个投票权，我们上一辈很多都是逃难过来的，这个很重要，对我们影响很大。这个地方，我们是上一辈逃难过来的，我们也从来没有投票权。他慢慢是有一个很清楚一个观念，就是我不用投票权的，因为下面管得很好，我不用争取啊。有这个习惯，好了，如果这个地方对我们不好，因为我们上一辈是逃难过来的，所以我们会很自然的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其实我们跟你不一样的那个想法。台湾人90年代已经有一个投票权，这个地方等于是你们去管理的，这个国家是你们管理的，所以你们有一个爱国的观念，这个对的。而且你发现香港人会对这个地方，比方97年的时候会离开的。他有这个背景在里面，不是香港人不爱这个地方，由于他长期那个经济跟文化的背景，培养出了一种观念。这个是有留意香港人有这个想法，但是我也是从这个想法来看见，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要留在这个地方，要抗争。但是我希望他们要先好好保护你自己。有这个权利去留在这个地方，争取你更好的生活，争取你自由民主，这个没错的。问题是我希望他们是这个过程里面先好好保护你自己，还保护你身边的人。当这个地方不让你生活下去，还有对你的人生观有影响的话，应该要离开，因为你是最重要的，不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重要的，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投票权。
这个是从我的看法是这样。是，咱听到林胜啊讲到吼，较早这个英国管制香港这个部分，较早也有这个民主甲自由这个存在。虽然是英国政府嘛是一国两制这个部分啦吼，但是咱看到伊个讲到现主席。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这个情形，甲好肯就讲现主席伫街头咧冲的这个义勇军啦吼，就是爱好好保护着你家己。虽然你留伫这个香港为香港的前途来拍拼，但是第一要务就是爱甲香港人的这个家己的这个身躯过好。咱继续要来请教，就是林教授啦吼。咱看到自这个林胜这个案件开始后，2015年，安尼言论自由也好，人身自由也好，出版自由拢互限制。尤其是这个出版自由用这个非法经营册店的这个罪名吼，甲定罪，安尼是不是真正无符合着这个国际这个标准来看？其实咱即马讲的人权问题吼，你若无民主、无主权做一个基础，其实人权随时会消失吼。我想咱今日看到香港，可能台湾人嘛袂感觉气愤啊。台湾中华民国1949年开始戒严，台湾1987年才解除戒严，吼，台湾嘛有将近要40年的时间，是活伫个人权，譬如讲咱拄仔讲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其他的自由，其实毋是遐尼啊完全受到保障。咱台湾过去有一句话讲，台湾的戒严当然实施3%，问题实施3%，就是互咱。作为一个民主的体制所必要的，比如讲政治自由、言论出版，若受到限制，其实迄个民主是假的，是自由是随时会消失的，主权是随时无法度继续的。所以我想，咱看到香港受到过去的台湾，咱台湾更加爱珍惜咱即马有的民主，包括自由，包括人权。有影啦，咱来看讲。咱有经历到香港基本法本地的保障上，保障你有这个言论、新闻、出版等等的这个自由啦吼。但是第28条伊嘛讲，香港居民袂当受到任意也是这非法的逮捕、拘留也是监禁吼，禁止这个黑白抄啦吼，抄你这个身躯也是讲你的这个人身自由拢袂使。咱中华民国这个宪法第11条、第8条这个共款是对着言论的这部分啦吼，嘛有这个自由的部分。第8条嘛是对着这个人身的自由有这个保障啦吼。但是咱要搁请教林教授，就是安尼看第27条，敢有适用伫咱林胜头顶，完全无符合嘛？是。应该安尼讲啦，法律条文归法律条文，实际上安怎去执行吼？譬如讲，咱拄仔讲的国家的安全、社会的治安，这两个基本上就是一个国家甲一个政府限制人民的自由上常常听到的理由啦。是，所以意思就是讲，今仔日一个国家安怎看待人民行使这种自由？咱伫人权法有一种讲法，叫 like it or not。就讲人权唔是政府，你俄罗政府的，你赞成政府的，你就有这个自由。政府你讲的是政府 don't like it， 无介意你就无这个自由，你唔是真正民主人权的概念。所以法律条文也好，甚至宪法保障也好，伊只是一个白纸黑字啦。安怎真正会当落实？安怎真正人民会使有抗议政府，而且要求政府改变伊的政策，甚至改变法律。甚至建立一个新的宪法，其实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感觉法律条文其实要有人民，阮伫法律上讲，人民要有一个宪法的意志，你要有一个捍卫宪法合理的自由甲权利的意志。你若无迄个意志，即寡规定伫法律上、宪法上的自由甲人权随时会消失。是，所以咱会当看到，即马香港这个示威者也好。因展现着因捍卫香港基本法的这个意志啦吼，真正爱甲伊真甘心佩服因啦吼，因为其实安尼看起来，咱讲台港一家啦吼，其实咱看香港真正比咱台湾人足侪人还阁较勇敢。咱继续来要请教咱的林胜啦吼，就是讲经营册店政治风险，咱头先嘛讲到，就是讲募资啦，很快达到这个目标，但是你有想到后面可能遭遇而来的这个困难嘛，或困境嘛，有想过吗？
其实去年我们开局已经有打算是重开那个书店，后来就是有好多关于嘛，有一些人拿了一些投资人的钱没有还回去，那也有一些人对我们提出一些帮助，但是他帮助的人背后是红系的啦，说得很清楚。然后有这种种的情况，也有一些可能是我们也发现后来有一些帮我们的一些朋友，后来是把一些资料给一些大陆的一些媒体公开出来。这个不是大陆人啊，这个是本身的台湾人。台湾人公布这些资料给中国人，卖给一些他们资料给一些红色的传媒在香港。你看，本来是很正常的搞一家书店，并且是很多干预，所以去年我们其实面对很多困难。还有最麻烦的就是当时是出钱的一个老先生在香港，他家里也给人家调查，当然不是香港啊，是大陆一些过来调查他的背景，比方他家里跟大陆有生意往来的，这个很麻烦。后来他就压力很大，所以去年他8月要我过来的时候跟我谈这个计划要取消，那个就是我们从过去一个经历吧，后来。到现在，我们现在资金是靠朋友的帮忙哈，比方台湾的朋友、香港还有海外的，一起去把这个资金搞好的话，我也很可能会面对一些麻烦的，比方你看中一个地方，有人那个房东怕麻烦，对吗？他不一定租给你啊。他也要考量这个事情啊，可能是不是你开了以后会有一些干扰，对吗？也有一些这边是不认同我们开书店的一些背景的人，然后我们可能会面对这个情况。我举一个例子，这个事情会发生的。去年那个香港有一个叫居联会嘛，对吗？他是在尖沙咀搞了一个地方做一个6星的纪念馆，做了几个月，后来那个房东要他走，肯定有人有那个房东有压力啊，要他离开。你搬一次那个纪念馆是很麻烦，后来搞了1年以后，好像是年初吧，就是搞定一个地方。楼下就有一些黑社会坐在楼下，你怎么办？这个是我们发现可能会面对一些麻烦。当然是，我其实也不太担心，怎么说也是台湾是一个民主自由的地方，政府警察也是按这个规定按那个法律形式来做。这个我是比较有信心。所以林先头拄仔嘛有讲到啦，就是讲要来开这间店之前，因为做侪讨论呢，迄当阵嘛有受到真侪人的这个帮赞，钱的这个部分的资金的部分，有的人有捐一寡钱互伊，但是有这个台湾人也好，还是这个中国人也好，台湾人把这个资料去互这个中国这个媒体互接漏，等等的这个问题，拢是头拄仔这林先头拄仔讲的这个困境甲疑虑啦吼。第二个又搁讲到，若是讲伊开伫这个西门町，要恢复这个50当来这个香港册店、楼顶册店这个文化伫西门町，但是拄到啥无共款认同、无认同的这个人吼，可能会去抗议啦，会受到等等的这个干扰这个因素。头拄仔林先嘛做伙讲一解，不过伊嘛相信台湾人。有这个理念，有这个理想，会当对着这个铜锣湾册店做伙来行。咱继续要来先看讲哦，其实咱香港反送中甲打啦吼，已经3个月啊。现主席嘛，足侪人咧挺香港的。现主席咱会当看到台湾甲这个香港
根本就是会当手牵手啦吼，就是台湾嘛有真侪这个活动要来停这个，尤其是这个9月29号的时阵有这个游行啦吼，要继续来停香港。咱看讲济吼，对这3个月来停香港的这部分有啥物？啊，其实现主是咱看到国台办哦，已经证实到咱这个屏东有一个顾问伫这个大陆红掠起来，咱做伙来看。香港反送中事件已经引起台湾各界关注。伫咧淡水的独立册店，无论如何册店，自今年6月开始，已经几落摆声援香港社会的罢工。这间册店是4位有学术背景的人所共同创办，长期关注社会议题。这届因介由香港事件，要表达捍卫民主自由的决心。会造成言论自由、行动自由、出版自由、任何形式上的人权自由的剥削这一块，我们就作为民主国家的一份子，然后再看待中共打压香港这件事，我们就觉得非常需要出来声援。伫咧淡水的淡江大学有超过600名学生来自香港、澳门，因人虽然伫咧台湾，毋过对故乡真关心，用各种方法要来声援香港。因为今日香港、明仔日台湾这个口号对因来讲已经是生活日常。因为会不会就是回去的时候就是不能入境啊，或者是已经刚到香港就被抓回大陆之类的？是身在台湾的香港人，还是真的在香港当地的人，其实都是我们需要站出来行动的一个很重要的行为。香港有一句话叫“他就关台牙酸痛”，就是到那一天，其实我们最后的结局其实都是一样的。虽然林郑月娥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也毋过中国政府话抓人就抓人。屏东枋寮乡的顾问李明居已经开进去互中国逮捕，罪名是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民主人权受到侵害，对台湾人来讲也已经是眼前的事实。包括香港居民，或者是世界各国，或者是包括台湾的国民入境香港，或者是过境香港转机。都可能因为中国政府主张有犯罪嫌疑而被移送到中国，不犯条例的修订，这跟美中之间的冲突产生一个互相影响的作用。中国国台办头一摆证实，李明居因为危害国安遭到逮捕，恐惊成做第2个李明铁、第2个林荣基事件。记者综合报道。咱看到这个国台办，伊个掠着咱的这个证实哦，掠着咱这个台湾人啊。其实安尼济事件看起来，咱头前有这个林明基这个先生的这个代志，啊，还有这个李明铁这个事件啦吼。济咱看起来，其实咱咧讲这逃犯条例虽然撤掉啊，但是现主咱看到，其实北京政府也是香港政府对这个所有的这个管控，也是对着中港对这个台湾啦吼。香港这个澳门的人，其实拢也是个危害。咱来看讲吼，咱这个香港反送中甲这个台湾停香港这个情况啦吼。咱头讲到9月7号的时阵，林郑月娥吼，咱有经历到伊安怎讲的吼。林郑月娥讲，伊这立法会啦吼，伊当阵就是要撤回这个逃犯条例，但是这个建制派、民主派拢批评已经伤晚。这抗争民众啊，甲这个组织嘛，搁一届讲这个5大诉求，欠一项就袂使哩，要求成立的独立这个委员会。嘛收回暴动这个定性，啊，撤销这个抗争者这个控罪，甲实行上进普选，这4项诉求嘛必须要落实。咱过来看讲，请教林先生，这一次林郑月娥她已经撤回了哈这个逃犯条例，你这样看来于事无补了吧？因为现在这个送中条例带出好多很大的问题。你比方香港人现在那个诉求，不单单是要撤销这个送中条例，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啊，他说了好几次的谎话的。第一次说这个是条例什么寿终正寝，对吗？假的。后来发现他还在香港预备一个议会里面做一个提案的，没有取消的，说了一些假话。现在要说那个要撤回去，那真的假的？不知道。他嘴巴说吧，他还没做。跟共产党一样。共产党就说1国2制还在做，是真的吗？其实他一模一样的，我们是不太相信。另外，他带出来最严重的后果，等于是香港人现在没有人身安全的。你看警察，你去路边逛街，
前面那个警察跟你说，那个路要封掉，就不能过去。你一个普通的市民，我要逛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封路啊，我要问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封路，这个很正常啊，对吗？你又不是宵禁，对吗？然后那个老先生跟那个警察说了2句话，人就被带走。是。前2天才发生的事，有一个更糟糕。对面马路那个年轻人跟那个警察说：“你们的良机去了哪里？”7、8个警察冲过去，棍子就打。你看啊，前几天的事啊也是。每一个人去到香港一个马路上逛街也好，散步也好，每个人都可以遇见啊，打伤，给你关押起来，给你一个罪名。这个条例他说的撤回去，那香港人的人身安全有没有解决？他现在给警察那个权力太大了。他可以难听一点。他以这个名义去杀人的话都没问题的，那我们怎么办？问题出在这里啊！警察已经放大那个权力，收不回去，我们很担心。现在这个香港政府那个警察的权力，林郑月娥是没有这个权力的，等于是大陆的直接一个管制。所以这个林胜佫一届啊，讲这个中国这个直接管制啦吼，佫讲到这个林郑月娥其实是这个白贼话，讲规篇，尤其现主席这个香港人，因真正无这个人身自由这个部分吼，人身安全嘛，去有这个警察啦，因为伤大这个权力，咱佫先请教吼，就是终究还是想回香港的吧？如果我回去一个没有安全的地方，你会回去吗？不能回去啊！你看香港，我们从我的角度来看，香港那个情况会越来越糟糕。哪怕是香港年轻人有抗争，所以我才提出一个年轻人要先好好保护你自己。我的看法是不乐观。不乐观。不乐观。那未来如果有机会走向很多路啦，现在很多人讲说，很多人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了，下一步嘞？当然是我希望可以走得到啊。问题是很多年轻人可能是跟你们那个228一样，会发生的。我们现在还搞不清楚到底是不是已经死掉好几个人，因为政府没有公开，我们比较担心这一块。你看，如果真的出了大问题，香港政府也把这个事情掩盖，我们不知道。然后我们担心后来发生的年轻人怎么办？我反而是你说他要争取什么自由民主投票权，这个其实我先不担心，我先担心他们现在生命的安全。那其实如果从大陆一个管制的角度来看呢，我看起来他是很想把那个香港是郑州收回去的。你想一想，那个送中条例等于是把中国大陆的法律套来香港来用的。他很想提早把香港收回去，但是香港不是最好的。从他的一个传统一个管制一个国家观念来讲。你看一看，共产党管制中国70年，有没有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没有。那现在这个拿了权力的人，他的中国梦是不是很想，在他短短10几年里面，第一个把整个中国统一起来，这个才可怕。也就是说，先把香港搞定，最后都是到台湾。这个其实我
有点担心。所以林先嘛烦恼讲吼，这个头先啦，咱看到这个香港这个情形，后摆有可能是一步一步中国一直要来入侵咱台湾这个可怕这个部分啦吼。继续咱过来请教，就是到最后林先有讲到啦吼，就是这个进前募资的时阵啦，唔是 Flying V 募资的时阵，有拄到亲像这个台湾人卖资料吼，这个中国人甲咱这个捐款人的这个资料拢泄露出去 ，Flying V 安怎撇面？安怎撇面？就是讲，咱一定是有这个机制，对。但是咱有因为这个网络这个机制，会当互这个募款的这个用这个像不管安那这样代志，拢大家人要斗相共这样代志，拢风险。是。啊，咱以一个平台经营者，就是讲咱知影有这个风险，但是做一个台湾人，咱知影这代志的重要嘛。是。啊，另外就是大家支持的人。哎，主要不管是虾米代志，只要是交易，咱的主要就是在尽我们的责任保护。啊，另外我有当补充讲，像我希望是安尼，这个募资起一个头。本来是足侪人想要斗相共。是。啊，有的人有一寡，当然有可能有家人伫中国啊啥那，啊有的人是想要斗相共，唔知影怎斗相共，所以这起一个头。起一个头以后，过来咱拄着林先生拄着一个共款的问题嘛，共款的问题，我做的所在有人来控制这样，啊，但是因为有遮侪人支持，愈来愈人支持的时阵，本地咧边啊观望的人，也是讲较传统的资源，即摆伊较徛出来啊。其实这一开始我感觉是一个最大的重点，是讲这个模式是讲，好，你要。因为你是嘛客气嘛，讲不要麻烦别人，讲啊，咱大家做伙来打，咱这个社会自由的社会来做一个后盾，所以不是干那募资那样，募资后边加是就是起一个头，本来咱这个募资平台就是，也可以填一个资源跟社会需求的缺口，是，填了以后继续加的传统的资源开始当接起来，不是讲要取代什么，这就是咱一个自由的。社会一个可贵之处嘛，是。但是台湾无自由，摆面嘛做袂落去啊。有影。所以自这个募资平台开始啦吼，做一个起头，会当互这个林森的这个铜锣湾册店，会当真正伫这个西门町来做伙来推销。其实要搁请教就是咱的这个总监督啦吼。其实你有讲到啦吼，真侪人伫网络顶咧质疑，讲为虾米册店？安尼化工开就要开，我香港烧腊会使安尼开无？但是这个观念是真正唔通的啦。你有看到出版业有这种声音出现的？是有看到啦，有人希望伊是讲生笑啦吼，是讲我要开册店，我去募资就会使啊嘛。我嘛有我种种的理想，我嘛来募资咧。但是我想应该是开玩笑吧吼，因为我家己的感觉是安尼啦，不管任何的募资。执行长家的募资，种种的募资，但是林老板这摆的募资的意义是无共。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啦，迄是一个机会，互咱想着讲，是安怎一个香港人，伊要开一间书店，伊无法度甲香港人募资，伊爱来台湾募资。因为呢，咱想看觅，咱遮尔侪400几万，相信是足侪人，这人倒一个人因为。你捐钱，因为你留言，你互政府甲你问一句啊，无嘛？无啦，这就是咱台湾的这个。对，这就是咱珍贵的所在。这件代志伊特别意义伫遮，并不是讲某一个人有一个理想，我就来募资来实现我的理想。这个理想是无共款，这个理想会当台湾募资，这件代志本身。都有伊特殊的意义伫。是，咱请这个嘉豪教授啦吼，就是讲咧咱台湾吼有啥物法会当来搁帮咱林森，就是讲因为即阵伊这个签证这个问题，可能定都要出国搁入来。是。对法的。我想这个问题吼有真侪方式会当去解决，问题是咱的政府要行出一步无？是。比如咱台湾做国际社会的成员。台湾伫过去戒严时阵，咱有真侪政治受害者，嘛有受到外国政府的帮衬嘛。是。台湾社会、台湾
做台湾政府甲台湾人民是要负起这个责任，是，譬如讲难民法，吼，这真侪国家最近讨论是，是讲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区，因为政治的理由，伫个伊家己的所在去用迫害台湾社会、台湾政府、台湾人民，是不是要给伊一个地位？是，所以咱最后搁请林先啦吼，就是讲我们这一次啦，我们看到有很多讨论，因为作为一个很多在讨论这个难民法也好，或者是政治庇护，我们应该台湾政府给予什么样子的协助？你觉得台湾政府还有哪些东西要在做的？北方我们现在很迫切的就是，刚刚香港年轻人去抗议，给他一个罪名，要通缉他，他要逃难过来台湾，给一个身份给他。当然是我们也发现，如果是年轻人的话，当然是最后过来读书吧，那个降低他的一个条件，还有如果可以的话，通过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他，比方你平常的生活，要开机然后是读完书以后，让他，比方他可以那个条件可以留下来工作，要过几年给他一个居留的权利。所以对你嘞？我现在没打算，因为我现在我其实不太担心了，然后只是想把书念搞好。比方我现在我每一次是到了半年嘛。我只是，比方我这一次是打过，然后半年眾人亦憤恨，昂首拒萬尋，吶喊聲響透，盼自由歸於。